分開咗之後，麥兜報咗個烹飪班，話要學識自己煮飯，唔靠人。第一堂佢拎住隻蛋就問老師啦：點樣可以煮到唔變心啊？老師就笑住咁講啦：你係講隻蛋定係講人啊？麥兜呆咗呆就話：我都唔知啊，但係兩樣我都試過，最後都變晒咯。下堂就學煲湯，老師就講啦：記住落鹽要適量，太淡冇味，太鹹會膩。麥兜就細細聲講啦：原來感情都係咁噶，太淡會散，太濃會傷。最後嗰堂就學煮咖喱，大家都落咗好多嘢，麥兜就拎咗條菜心出嚟，同學就笑佢啦。咖喱邊度有人落菜心噶？麥兜講：以前佢鍾意食咖喱加菜心，我都唔知係我好記性定係我放唔低呢。